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你最近真爱唱歌哦！因为我有在练中气啊，你敢无感觉讲我变较厉害？听你咧放风吹放啥放啥？啊，讲到中气吼，今仔日的出名人，伊讲第二绝对无人敢讲第一。那呢，我排第二，啊你上尾安尼。好啦好啦，啊莫啊乱啦，到底是要继续无？好啦好啦，安尼要发车，你紧坐就好哦。等我啦，啊你是要驶啥物车？当然嘛是无事坐巴士，唱啥啦？你唱啥？哦，讲到巴士，敢是厝庭要过来？毋是啦，是要来几遍，甲你提示一下，是一个会当食的物件。会当食的，个是我知影，一粒米一粒米啦。对啦，算你巧，安尼咱赶紧来开始。大家好，这是公司大起大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抑阁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今仔日的来宾是伫法国出世的台湾人，后来转来台湾找紧的一粒米。但是啊，爱甲大家讲哦，伫咧咱录音的前几工，一粒米伊已经以迄高级专业人才的身份规划咱台湾啊啦。哦，所以伊会当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啊哦，恭喜恭喜！但是啊，可能有一寡听众朋友对咱的来宾阁无啥熟悉，即马请咱的来宾简单介绍你家己敢好？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某设立伫法国投台的台湾人一粒米。所以我即马足欢喜来参加即个 podcast， 是第一届啦。虽然我即几工拄我轻啊，所以我淡薄忝啊，所以我今仔日较无忘记啦，无要紧啦。我嘛是足欢喜甲会当甲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啦。安尼一粒米，你敢使甲阮讲一下，你谁会来台湾？吼，即个故事是讲话斗长啊，讲到你捌水手好八角。其实啊，我来台湾真正啊是先去泰国，去照顾一寡伫无爸爸妈妈的小朋友啦。因为较早泰国嗰即个战争啊，就这毋是泰国是柬埔寨啦，歹势，柬埔寨甲泰国嘅即个边界啦，我去照顾一寡小朋友啦。转去法国嘅了后，我发现其实甲咱斗相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件代志啦，所以我转去法国的时阵，我先去做一个教会，一个天主教的教会。神父甲我讲啊，伊有咧摆一寡志工，甲贫穷的、甲山的国家去服务啦。所以，毋过神父甲我讲，敢若准2个所在会当去。第一个是泰国，第二个都是台湾。所以当然我去调到泰国嘅，我都选择泰国，因为我对泰国较熟啊，对台湾足结婚啊。毋过生活甲我讲，其实泰国已经满啦，所以我听感觉足失望啦。所以无想要到啊，我对台湾的即个企业啊，即个缘分对遮开始啦，系啊。哇，安尼真正会使讲是天公伯来安排呢，就是安排你来台湾安尼。好听讲啊，你进前原本已经要转去法国啊，就是伫台湾要离开啊，尾仔谁会阁留落来？伫台湾完成2年的期间的服务啊，我都要转去法国卡。毋过天公伯有其他的安排啦。去讲究的时阵，发现一个足恐怖的风台，叫做莫拉克风台。迄时阵啊，我挂电视啊，挂电视那一直搞吼。因为一个挂到一个小林村的新闻啊，真正我足恐怖啦，嘿啊！我决定我想要去救灾我想要家己去地验救灾想要甲我真正有一个机会会当对一个佛教的团体去救灾，去北南即个屏东的北南加东，应该是加东对。迄时阵世界拢阴了是非常恐怖的画面
啊，即个球赛经验嘛，其实是8月的时阵啊，四界拢是落高梅啊，啦一直都乌落高梅啊，四界拢是四地啊，四界啊，然后足臭啊，啊开身躯拢8月的时阵啊，屏东的日头啊，真正足热啦，真正足炎嘛，我登去台北的时阵啊，其实我开身躯拢北甲乌索索啊，腰酸背痛，真正是球赛，真正是做甲一个月要分火啊。但是，我的心其实是足快乐啊，因为我会当安尼啊，斗相共啊，我会当看到我爱的台湾啊，安尼好歹主人啊，虐待啊，我球赛了，我做我人生中的一个足重要的选择，就是我决定，我不想要回去法国，我一直想要留伫台湾守护咱台湾。若是发生，若是佫发生一个遮尔恐怖的天灾，我免做回恁去转来台湾，我伫台湾会当继续服务，会当继续保护咱台湾对咱台湾服务啦，遐。法国来的英雄呢，真正是法国来的英雄。无啦。好，那呢，咱即马就随开始观众提问的问题，当来甲你问。好，安尼咱来问第一条问题，请问你敢有为着无输者肉碎节目主持特别去加强台语对话能力？其实啊，拄开始啊，公共电视啊，我即个机会做主持人的时阵，拄开始真正是足惊个啦，即个感觉压力足大啦，因为台语毋是我的母语啊，所以甲其他主持人比起来，像国兴啊，还是楚婷啊，吼，你台语讲甲写巧，我家己台语是咧操你呆安尼，淡薄仔讲甲哩啦啦，拄开始是安尼啦，毋过我即摆已经主持3档啊。我感觉台语愈来愈好啦。虽然我讲话台语有白舌，我讲话可能是有淡薄仔白啦。我爱白煞，但是我讲话时阵真正是咧夹白底共款。其实啊，台语我学台语的时阵无啥物美感啊。我想讲爱学啦，爱安怎讲？拄开始我拢会去线顶啊，还是菜市啊，一寡老人较济所在啊，我拢会去甲伊接触甲伊开讲安尼啊。我发现啊，几个月的时间啊，我台语进步足济啦。甲阿嬷阿公啊买菜啊，还是去线顶甲阿伯啊做伙爬山安尼啊，其实进步足济啦。所以你讲你的撇步就是讲，加去甲一寡老大人开讲，安尼敢是？对，其实爱甲，毋管是台语还是其他语言，其实是爱甲讲啦，免惊。你感觉你讲我拢甲主持节目噶，所以我想讲，你若是惊讲话，你永远无法度进步啦，嘿啊，对啦。你若是有即个秘书的个性啊，其实无要紧，你尽量讲啦，人拢要甲你笑啦。所以台湾人的足够水的所在是，毋管安怎伊拢要甲你笑啦。甲法国完全无共款，法国可能你若是讲较老的法语啊，可能伊甲你笑啦。台湾人毋是安尼啦，所以这嘛是我想要留伫台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感觉台湾真正足有人情味啊，遐。系啊，咱台湾就是安尼啊，足有人情味的，就像讲去下港啊，袂晓用台语买菜啊，你甲阿婆讲2句啊，因会总欢喜讲哦，你的台语足好诶呢。若安尼啊，安尼就要甲一粒米恁问一下，因为你即马主持节目已经要3档啊，你的台语嘛愈来愈好啊。请问你敢有去报名今年的关注美语，或者是台语认证的考试？其实我无应该有帮我报名啦，我无清楚，因为我即马足无应该是有报啦，有报名啦。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啊，本地是8月要去考试啦。对。
啊，即马我毋知是啥物时延阵。到即摆是延到10月份啊。我有报名，应该会去啦。你报啥物级？应该是做上简单的。上加对 A 级啊。对，先对较简单开始啊，对啦。啊，你敢有想讲你的目标要考几分？譬如讲，伊满分是200，啊，你敢有想讲你要考几分？尽量啦，我毋敢讲啊，毋过我今年也是较有把握。今年较有把握。对，因为即马我毕竟已经主持3档的节目，所以即马我有安怎讲？第四个足丰富啦，所以而且一直做我紧啊，所以已经习惯讲台语啊，所以已经讲惯势啦，所以我想讲过去应该会一定会当得到袂歹的成绩啦，嘿啊。对，因为我像迄考试爱看图讲故事啊，你即马主持遐久啊，应该就是看到啥物就会当开始一直讲啊。对。而且听讲进前去考试，敢若恁太太有过对无？对，会足走肥啊！伊直甲我讲伊直甲我讲即个代志，无啦，伊嘛足谦虚啦。我会记得我看的节目啊，去恁兜采访，恁阁有用一个腔甲伊缀起来对无？是。袂歹啊，真厉害。好，安尼咱请白边来甲你问后一条题目。好，后一条题目，请问你敢有为着主持节目的内容特别开钱去买衫裤？其实我种的衫拢是赞助啦，你品牌赞助啦，所以我这衫会无份啊，我免去开钱歹势。啊，毋过有当时啊，我莫去买较适牌的衫，是就我嘛爱穿这咱博士地法师的衫。啊，毋过我无啦，无讲有。无讲特别开钱去买就对啊。对。安尼，请问你咧录节目到月中？哈，发生啥物代志啊？柜台有广播哦。啥物广播？因为有一个网友临时插播啊，而且时间嘛到啊，所以讲一粒米到底有月中无？咱就爱等后一集就知影哦。哈啥？好啦，啊无你来念看觅。安尼网友才会来听，安尼敢毋好？安尼真好。这是台北的陈妈妈写来的批哦，伊讲即个休热真正是足长的，总算是等到9月初伊囡仔开学啊，伊足欢喜的。而且伊嘛伫即个时间内底才知影讲，原来做老师是遮尔辛苦的代志。已经甲9月28教师节要送互囡仔老师的礼物准备好啊。对啊，老师真正足辛苦的，而且休热的时阵，有的老师嘛要继续去学校哦。真的。那安尼，咱要伫遮先甲老师讲一声，多谢老师。讲了啊，差不多啊。哈，啥物意思？就是迄啊。好。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遮。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上门，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爆了！蛋姐，我一直爆呢。大家好，这是公司台开的 Podcast 节目。你吃字，台语台。等下我讲一下。来。咱即马请咱的来宾来感谢。咱即马请咱的，慢慢来。咱即马请咱的来宾简单。即马请咱的来宾简单介绍你家己敢好？太大。哇，这等于讲是这样主的安排。地公伯的安排啊。你当讲地公伯也无要紧，嘿。系啊，咱台湾就是安尼啊，就是，我要讲啥？这是台北的陈妈妈写来留的，留的。哎呦，是啥物啦？对啦，老师平常时。老师？什么老师？对啊，老师真正足辛苦的，而且有的学校放暑假的时阵，老师嘛爱去学校呢。我讲啥？
顶来啊！老师暑假哦好，而且有的学校休热的时阵，老师嘛爱去学校呢。去学校是啥？老师爱劝你学校呀，去你学校。即马咱要甲老师讲一声，多谢，哦，多谢老师 ，OK。即马咱伫遮要甲老师讲一声，多谢。你多谢。所以啊，即马伫遮咱要先甲老师讲一声，老师。一个啊，你要下面讲枪吗？对，我会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讲，来，请呢？